如果你最近咧想揾一個退休養老嘅社區啊，呢個視頻咧千祈唔好話走啦。Even 咧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喺中山市區嘅寶藏項目啊，繁華嘅地段、成熟嘅片區，冇錯就係我身後嘅呢個金鷹半山花園啦。咁佢又係點樣嘅產品呢？同大家仔細去睇一睇。項目咧叫金鷹半山花園，或者咧你未聽講過，但係我身後嘅呢個萬象匯商圈咧，你一定知道嘅。每年咧1000幾萬嘅一個客流量啊，非常之繁華嘅一個地段。好似我哋嘅盒馬新鮮啦，人哋都係開車過嚟去買去排隊，而我哋咧喺屋企撳個 lift 落樓就可以即刻享受得到啦。我哋嘅泡泡瑪特啊，一啲網紅嘅打卡門店啊，你落樓咧就可以享受得到啦。總共200幾間嘅一個網紅門店等你過嚟探店，美食娛樂應有盡有。中山唯一238米嘅地標建築物，我哋嘅金鷹雙子塔，地標加地段就係實力嘅象徵。咁我哋可以見到我哋背後呢個紅色嘅建築物啊，就係我哋嘅中山首條地鐵站啊，200米嘅距離咧可以接駁我哋嘅大灣區命脈啊，45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嘅廣州珠江新城。直達珠海就係咁方便。而家呢項目全新加推7棟125平方，可以做到3房，空間呢極致利用嘅，實用率呢大大增加。開放式嘅一個設計啦，加埋客廳陽台一體化，細屋呢變大屋，嚴選呢大廠嘅品牌，品質優，價格好，選材呢高品質。報價清清楚楚，性價比超高。屋苑樓下呢，就係我哋嘅永東巴直通巴士站啦，一日呢16個班次啊，1小時返到香港。朝上呢飲夜茶，夜晚呢睇夜戲，雙城生活呢就係咁簡單。除此之外呢，專門為港人設一個港人生活服務站，從踏入中山第一日開始，全程貼心照住你，輕鬆融入新生活。仲有我哋嘅24小時 on call 粵語接待，跨境嘅一個事務代辦水電煤證件一啲更新啦，包括永東巴士專屬訂票資源，幫你預訂車票，提供購票嘅一個指引。超市、茶餐廳、診所、銀行，地道資訊話你知，慳錢慳時間，秒變中山通。中山嘅地標，中山嘅好地段，仲有中山嘅地鐵。如果對呢度有興趣呢，聯繫我。